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创世纪41章37节到49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第9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管理权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信仰的行动力，也看到了约瑟的信心，以及他的谦卑，然后并为主所用，来为法老解决他梦境当中的困难。因此，就如同他建议法老王的，应该要差遣一位有智慧、有能力的人来管理埃及。法老王认为，既然约瑟有上帝的智慧，他又比别人甚至埃及的术士们更有能力解决他梦境的困扰。法老认为他有能力，有上帝的智慧来管理全埃及，因此呢，就差派他来担任全埃及的这个宰相，来管理埃及，帮助他们来度过将来所要遇到的饥荒年。创世纪41章37节到49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王和他的臣仆都赞成这政策。于是王对他的臣仆说：我们再也找不到比约瑟更理想的人，因为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。王对约瑟说：上帝既然把这一切指示你，你一定比谁都有智慧，更有远见。我要派你治理我的国，我的人民都要服从你的命令。在本国只有我的权力比你高。现在我任命你做埃及的首相。王拿下自己手上的印章戒指，把它戴在约瑟的手指上，又把上等麻纱制成的外袍披在约瑟身上，把金项链挂在约瑟的脖子上。他又让约瑟坐在第2号御车，有警卫前导，一路喊着回避回避。这样约瑟被任命为首相，治理埃及全国。王对约瑟说：我是王，但在埃及全境，如果没有你的许可，任何人都不准随便行动。王赐约瑟一个埃及的名字，叫做撒法纳特巴内亚，又把希利波里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西亚娜给他做妻子。约瑟30岁的时候，开始为埃及王效劳。他离开王宫，到埃及各地去视察。在7年的丰年期间，农产丰收。约瑟收集五谷，在各城镇设立储藏中心，囤积从周围各地收集的粮食。他大量的收集五谷，多得像海滩的沙粒，无法计量。约瑟呢，是一位忠心的管理者。他从年轻的时候在波提法的家中管理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。以色列全家居住到埃及地，也是埃及王的赏赐，不是约瑟的私心。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9节到16节记载了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，他被控告的时候所做的见证当中，也提到了约瑟的故事。他提到了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约瑟的坦率直白而害了他，然而因为约瑟的忠心服侍得到上帝的保守，并且得到埃及法老王的指派，当了埃及的宰相。
中心的管理全埃及，不但埃及得到了保全，周边的国家人民也得福。更重要的是，上帝透过他保全了他的家族的性命。使徒行传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族长们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但是上帝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的灾难。当他站在埃及王面前的时候，上帝赐他风度和智慧。埃及王立他为国家的首相和王室的总管。不久，埃及和迦南全境有严重的饥荒，造成很大的灾害。我们的祖先绝了种。雅各听见埃及有粮食，便差遣他的儿子们，就是我们的祖先，到那里去。就是这第一次。第二次他们去的时候，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相认，埃及王由此认识了约瑟的家族。约瑟派人去见父亲雅各，请他跟全家到埃及来。来的亲族一共有75人。雅各南下到埃及，他和其他的祖先死在那里。他们的遗体被送到示剑，葬在亚伯拉罕用钱向哈摩的子孙买来的坟地里面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我向你献上祷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只信靠你，求你使我不致失败蒙羞，不让仇敌向我夸胜。信靠你的人不至于失败，失败的是那一些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把你的途径教导我。上主啊，求你纪念你的仁慈，记得远古以来你所显示那不变的爱。求你饶恕我幼年所犯的罪过。上主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和不变的爱顾念我。上主至善公义，他指示罪人该走的路，他引领谦卑的人走正路，把自己的旨意教导他们。他用信实和不变的爱带领所有遵守他的约和他命令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领受呼召，蒙差遣，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，能够尽我们管理的责任，让我们不越界，不会徇私，就如同保罗教导的爱的诗篇所说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是要求主你的旨意来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